正義使者指嘅唔係嗰啲只係會拳打腳踢、大聲叫罵去打低壞蛋嘅人，溫柔體貼，有一副愛護人嘅好心地，先至係佢哋嘅特質。不過有一個星球就忘記咗溫柔體貼、愛護人嘅好心地呢一啲特質有幾咁重要。故事就係發生咗喺呢一個星球嘅某一個夏天，一班小朋友喺草原上面玩，佢哋見到一隻蜻蜓，就話佢好奇怪，又話佢好醜樣、好核突。然後佢哋想搣甩蜻蜓嘅翼，就喺呢個時候，有一個少年捉起隻蜻蜓就話：唔好啦，佢好慘㗎。然後輕聲細語咁同佢講：放心啦，冇事啦，就將佢放生咗。蜻蜓就一副非常開心嘅樣向高空飛走。呢班小朋友又打又踢咁圍毆阿信，鬧佢搞咩啊？係咪以為自己係正義使者啊？阿信冇還手，只係一直喺度捱打捱踢。蜻蜓喺天空上面一路睇住阿信被圍毆嘅過程。之後過咗好幾年，有一個夜晚，有一架 UFO 飛到去呢一座星球。UFO 靜靜咁降落喺高樓大廈之間，佢嘅降落引起一陣騷動，居民即刻議論紛紛咁話：咩嚟㗎？嚟呢度做咩啊？邊個坐喺入面啊？就喺眾目睽睽之下，UFO 嘅艙門打開咗，喺裏面行出嚟嘅係一個生得好似蜻蜓怪嘅外星人。佢把聲好低沉，而且仲係講外星話，啲居民完全聽唔明佢講咩。雖然呢個外星人向大家介紹自己叫放放星人，但係大家都只係聽到佢講外星話。大家都估佢講乜嘢，有啲估佢係咪話自己肚餓，有啲又估佢係咪話想去廁所。放放星人向佢哋解釋自己唔係要去廁所，而係一陣間邪惡外星人就快嚟到。但係大家都只係聽到外星話，然後就估佢一定係急住去廁所，而且就嚟忍唔住。唔理放放星人點努力解釋自己根本唔係呢個意思，大家都係淨係聽到外星話。由於語言不通，放放星人焦躁不安咁，搞到雙腳開始震。結果大家睇到就話自己真係估中，佢急到就嚟忍唔住，搞到對腳都震晒。放放星人心急到面都紅晒，繼續講話：點解聽唔明？再唔快啲走，邪惡外星人嚟到就會將大家食晒㗎喇。結果就有人話佢面都紅晒，睇嚟佢就嚟要賴啦。放放星人含住眼淚話自己根本唔係呢個意思，但係啲人誤會佢賴濕咗褲，所以喊。語言完全不通，傷腦筋嘅放放星人擦乾眼淚，然後佢輕輕咁捉咗一個人，扮邪惡外星人食人咁嘅樣，一邊向大家講話：如果大家再唔走，邪惡外星人就會好似咁將佢哋食晒。大家見到呢個情況，即刻話：快啲走啊！佢原來係嚟食我哋㗎。就喺呢個時候，突然有個人從天而降，大叫：睇我嘅奇星踢弓！然後大腳咁向住放放星人踢過去。放放星人大叫咗一聲，佢將手上面嘅人放返去大廈上面，然後就不知倒地。奇星超人用好溫柔嘅聲音向大家問好，同埋介紹自己係由奇奇星嚟嘅。所有人都聽得明奇星超人嘅說話，大家都好開心。奇星超人同大家講話，放放星人嘅同伴就快嚟到呢度要食佢哋，叫佢哋快啲走。但係大家聽完之後都唔知可以走去邊。奇星超人就叫大家去佢個星球，仲話奇奇星係一個好和平嘅星球。佢架 UFO 就停咗喺對面，可以去搭佢架 UFO 一齊去奇奇星。
所有人都爭住上 UFO， 呢度只係聽到快啲啦，係我先㗎，借開，做咩擋路啊？呢啲説話，周圍都嗌交，每個人都好自私，淨係諗住自己。奇星超人睇見大家都喺度嗌交，忍唔住捉起一個人，準備一啖吞落肚。放放星人搖搖晃晃咁行過嚟，救出奇星超人手上面嘅人，輕輕咁將佢放返喺地面上。放放星人用盡全力叫大家唔好俾呢一個奇星超人呃到，但係大家都淨係聽到外星話。所有人都認為靚仔可以同佢哋溝通嘅奇星超人係好人，一早認定醜樣溝通唔到嘅放放星人係壞蛋。大家都叫住加油，奇星超人，打倒放放星人。奇星超人用佢嘅奇星光波射去放放星人，放放星人竟然冇避開。佢知道如果自己避開，光波就會打到其他人，但係冇人知道佢嘅心意，大家只係一路喺度嗌加油，奇星超人，打倒放放星人。無論幾辛苦幾咁痛，放放星人一直守護住呢一班居民。唔知過咗幾耐，所有人都靜晒。放放星人全身都被光波打到幾乎企唔穩。有個人好細聲咁話：唔通放放星人係喺度保護緊我哋？跟住又有人話：放放星人一路都唔閃避嗰啲光波，係為咗保護我哋啊！放放星人快啲走啦！但係放放星人一路企喺度，完全冇走開嘅意思。就係咁，陸陸續續有人開始叫加油，放放星人，撐住啊，放放星人！全部人開始為放放星人打氣。由於放放星人一路頂住，奇星超人開始驚。呢個時候光波停咗，因為奇星超人嘅能量已經用晒。奇星超人抱怨放放星人令到佢食唔到呢一個星球嘅人，然後就走咗啦。當大家好開心覺得贏咗嘅時候，放放星人跌低咗，全部人都叫放放星人快啲起身。大家都邊喊邊叫，而放放星人嘅身體竟然越變越細，越變越細，越變越細，然後搖搖晃晃咁飛停咗喺一個男人嘅手掌心裏面。跟住放放星人輕聲細語咁話：放心啦，冇事啦。講完之後，佢就靜靜咁合埋雙眼。聽到呢一句，嗰個男人，你係咪我細個嗰陣？呢次變咗係你嚟救我，你先至係真正嘅正義使者啊！多謝，多謝你啊！阿信嘅眼淚係咁流。呢個係某個夏天就快結束嗰陣時所發生嘅事。